今朝我带侬去吃三花面，时令产品，好吧？好呀，那么我知道一个事体了，不办趟我心里要定心了呀。哎，你好。我带了眼老婆来，想打个手。好的呀。侬上海哪能不打呢？上海价钿大，我听得书里也搿说的。这块蛮好的，因为阿拉结婚50生送给老太。哎，妹妹叫，侬应该讲送给太太。哦，侬侬哪能讲老太婆？讲外面个词哪能讲老太婆呢？太太。哎，侬可啥子啊？平安喜乐、福顺或者百年好合都可以的。那就百年好合吧。不，我当侬讲啊，搿种事磕打勿磕侪一样的呀。审美疲劳，侬看了有感觉勿啦？结婚50年，要么勿要磕，要磕就要刻骨铭心。啊，磕。我还没讲下来，侬不要笑呀！荡气回肠，惊天动地。俺两个人刚洗出来认得是吧？哎。跟我想磕4个字，上山下乡。哪能？对，基于年代感，又见证了你们一段爱情。哎，侬过来呀！侬个老厚用脱了，侬过来看好，老婆就要变阿个。屋里传下来的。家底很厚啊。否则哪能去吃三花面？吃呢，那个酥随便吃个呀，非同地的。好嘞。你可糖衣炮的，不吃吧，我讲。可生肖可以吧？可以的呀，属什么的呀？老虎啊，有的这个。这么个人家的，可咋吃老虎？这个是一样的，这个不分的。哎，那太太凶得不得了是吧？还好。那侬哪能想去吃老虎啦？根本女的真可吃老虎了，怎么可用老虎了？哎呀，小师傅啊，你在金店工作，怎么自己带个铜的？姐，这个不是铜，这个是现在流行的黑金，专门为男士量身定做的。你们这里招不招徒弟的？招的呀。我有一个亲戚，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，现在在送外卖。送外卖，猴年马月能出头呀？这个可是技术活。上山下乡，快点，侬过来确认。哦，人家开的。就讲新的工艺。哎，那他就往上山下乡，侬看好吗？什么看上去的，反正都高子吧，欢喜玩。只要金子，侪欢喜了。